世界上最幸福嘅地方，有人話係北歐。睇完呢本書，我諗佢哋幸福嘅秘訣係重視自己同自己嘅關係。Inko 係日本福岡人，搬去丹麥住咗起碼7年，喺北歐讀過商學院同設計學院。有一日，丹麥商學院嘅老師問大家：你覺得人生入面最重要嘅關係係同邊個嘅關係呢？老師自己答返：係嗰個由頭到尾都陪住你，會同你共度一生嘅人，即係你自己啊！我睇到呢一句，同 Inko 當時一樣，好似俾人刮醒咗咁。又有一日 Inko 上堂隨口講咗句：我真係好差。佢覺得呢句說話好正常，因為對日本人嚟講，只係一句謙虛嘅開場白。但係 Inko 嘅同學聽到，個個都好驚訝，好擔心 Inko。嗰時 Inko 先發現喺北歐貶低自己係好奇怪嘅事。老師仲同佢講，對自己好唔需要啲咩原因，一個人只要存在就係有價值，而唔係因為某啲事做得好先叫有價值，亦都唔會因為某件事做得唔好就叫做冇價值。去到芬蘭讀藝術 Inko 遇到另一個老師，呢個老師講過一句說話：每個人都只係搏命喺度扮演大人，其實內心都仲係個細路。啱啊，或者要令自己開心返，就係唔再做呢場戲，唔再為咗迎合世界而失去自己。人最大的危機是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己，而這竟發生得如此悄然無聲。